心爱的八位姑娘。彼日点在彼间茶房的门口，看到彼个买花小姑娘，面目幼绵绵，乌乌目睭凊迷人，不时对我笑眯眯，有时送手抱。姑娘的姑娘，我是真爱你，唔通予我为你想归暝。我来对讲着心内苦苦的心情，请你听我讲一个，听我讲一个。彼日点在彼间茶房的门口，夹着彼个买花小姑娘，约束要出去，等待日落黄昏时，快乐。